嗱，好似咧早排一兩個禮拜前講少少聖誕 party 呢樣嘢，定聖誕節點過呢樣嘢，咁啊好似冇乜點講，其實澳洲或者雪梨環社區係點嘅嚇，點樣過聖誕嚇？咁嗰啲如果你話留學生咧11月尾嚇，溜咗去嗰啲咧就未必知啦嚇，因為就即係過咁多年，可能最多嘅 party 咧可能都係教會搞嘅嚇，聖誕 party 咁就佢哋咧就會開始咧試整嘅嗰啲嘅食物，特別係嗰啲嘅甜品。咁今日咧收到個試整嘅一個 chocolate mousse 都係 for 啲嘅 Christmas party 咁好有水準㗎酒店級嘅所以幾好食，多謝晒。咁係啦，仲有邊度咧？可能啲社區中心啦可能社區中心嗰啲咧就即係環社區中心可能就呢個禮拜開始有 party 啦。咁係咯，咁唔係個個 party 咧一定咧同宗教信仰有關嘅但有啲就有咯有啲係關於聖誕節喺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嘅意義，有啲就唔一定講呢樣嘢嘅澳洲嘅環社區就咁啦，係咯。咁我諗到咩再補充？